兄弟喺邊？跟朋友下館子呢，吃粵菜，但我覺得這家粵菜不太正宗。點解啊？菜還沒上，先上了醬料，全是辣椒啊！粵菜怎麼可能配辣椒嘛？醬有一碟那個紅紅的辣椒醬。咦，有蘿蔔糕食喎，咪正宗粵菜咯。粵菜能蘸辣椒醬？係啊，嗰啲紅卜卜嘅蒜蓉辣椒醬係搭配蘿蔔糕噶嘛，一唔係就搭牛雜咯，都係粵菜。還有個偏酸甜口的，應該是那個甜辣醬。哇，睇嚟有燒雞食喎，都算粵菜啊。還有個瓶裝的，也是辣椒醬，有咖喱魚蛋食，粵菜。還有個橙色的，那蒜蓉辣椒醬，這一看着就辣呀，這不是打粵菜的了吧？邊個話㗎？梅州酸甜辣，撈客家菜一流啊，配粵菜嘅。你們廣東人不是不能吃辣嗎？邊個話㗎？我哋不知幾中意食嘢入辣椒醬啊！我哋好多人只係唔中意炒餸嘅時候加辣椒，自己入辣醬可以自由調配辣度，嗰啲係好食嘅辣。炒餸加辣椒唔可以自己調辣度，嗰啲係刺客嘅辣。我看到一罐紅彤彤的辣椒醬，這不是粵菜館該出現的東西吧？哇，嗰個係廣東辣醬界至高嘅仙品，老細自製辣椒醬啊！廣東早餐店最早沽清嘅單品，廣東粉麵界不可或缺嘅聖物。我嚟撈豬腳飯都去撈3碗啊！打包啲俾我。